在羊肉与面食的结合上，新疆人下了一番功夫。仅是烤包子一种，就分为南北两派。南疆烤包子个大如掌，分量十足。艾克德木烤包子店集结了全市最会做烤包子的一群人，几十年如一日的重复，每个人都身怀绝技。这里出品的烤包子俨然已经达到了烤包子的终极形态。馕坑见证了烤包子的诞生。祖传馕坑构造，各家有各家的打法。倘若观察常年使用的馕坑，就能发现绛紫色的内壁里闪着亮晶晶的大颗盐粒。如此大批量的制造烤包子，需要流水线作业。老板始终坚信，机器代替不了手的温度。这就考验师傅们的默契配合。和面不仅需要技术，更需要体力。巨大的面缸里直接倒入整袋面粉，要想一次和好50斤面，就不能用蛮力，手法类似叠被子。经过反复的捶打，面团最终成型。为了确保品相一致，面剂子的分量要精确到克。这种近乎严苛的标准是创造美食的秘密。现切肉馅，7分肉3分肥。不规则的肉块给口腔带来惊喜。多年的肌肉记忆，每个人的动作都干脆利落，堪称优雅。甜馅儿，封口，最后撒上芝麻，烤包子初具雏形。炼炭预热，烤制之前胆入大量盐水降温。为了保证同时出炉，每个烤包子放入馕坑的间隔不能超过3秒。这就需要2个人一同协作，左右开工，把烤包子送入馕坑。30分钟一熟，每次出品80到100个。尽管如此，还是供不应求。就餐高峰期，要想在人群涌动中有所斩获，食客们要和师傅们一样，练就无情铁手。第一次品尝，也许会吃得狼狈。当地人懂吃会吃，先揭开盖子，便于散热，不能心急。烤包子的美味需要细细品尝。日出日落，南疆的人们又开始了周而复始的生活，美食串联彼此，传递幸福。